2025台南鹅平节自8月15开跑，因为进前当日风台加日好大雨，为期2个半月的活动，3号上午才伫个南区喜秋沙滩盛大来登场，由着台南市区议会主办，并且得到海洋委员会补助。今年以着传承、创新、甲着永续为核心，将渔业的文化、观光、甲着海洋的生态保育来结合。现场吸引未少的小朋友，甲着民意代表共同出席参与。咱今年是办第4档啦吼。咱台南科的部分吼，为迄个曾文溪以南甲二仁溪以北啦吼，其实差不多20公里的海岸线啦吼。那往外差不多1.5海里吼，这个部分吼，因为这是咱那个传统的吼，咱的部分就是讲鹅啊吼，伫咱遮其实已经有差不多200档外档的历史啊啦吼。咱科边可能已经有40-50档至60档啊啦吼。其实咱的传统其实是足久的啦哈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咱的现场有一些师农教育的部分哈，那你当来参课啦。刚刚所长也有提到，其实这个是不仅是科农这样辛苦的出海去养殖之外呢，其实我们也是结合了不管是这个产销履历，我们要让每一个送到消费者手上的这些鹅啊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它是安全的，它是放心的。那再者，我们也结合了在地的一些食农教育，让小朋友从小就可以来接触我们这些海洋生态。即摆是等这个风台过，鹅饼啊，较要正式拖落海，要开始养殖哦。啊，希望今年的养殖鹅啊，对啦，会当顺利。风台这2台也未来，就莫来啊。现场除了喜秋各式的活动，看演小科包，演出小科冒险记的歌舞表演。另外，现场还佫展示了传统的鹅饼编织技艺，以及时光回廊，介绍养殖环境甲着保育的现况。其中上难得的还佫有鹅饼出海的活动，全台湾可能伫个喜秋沙滩才看会到。伫个众人的齐心鸣笛，一片一片鹅饼被渔船来拖出海。场面壮观，嘛毋望今年的养殖会用个满载而归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